是要来关心新北市邦桥新历16暗时8点钟，一个查甫骑奥多摆抢富人人的皮包仔，抢到1万块，随后警察来甲伊查落来问话，佮含警察起脚动手，上尾做伊走去。伫一间公寓4楼，互警察找到，伊煞举刀仔拄家己阿妈棍，当场流血流地。现场详细情形，赶紧联络记者陈道义来采咱了解。道义。 是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带您关心这一起抢劫自残的案件。画面中可以看到几名员警将一名男子从公寓的4楼抬了出来。这一名男子就是骑车抢走富人1万元的嫌犯。可以看到他的颈部有很深的伤口，身体也被鲜血染红。这一起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板桥区16号晚间8点多。这名男子骑车抢走一名富人的包包，得手1万元，随后就逃跑了。没过多久就遇到警方盘查。 男子疑似是心虚，与警方发生扭打，再度逃跑。途中还企图抢劫一辆黄牌重机，所幸没有得手。来听到稍早车主的访问。那我车子还没有熄火，要架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抢夺我摩托车了。 警方表示，嫌犯落跑后可能是对附近的地形相当的了解，就跑到小巷子里头躲藏。最后在一栋公寓的4楼发现他，警方上前抓人，没想到男子就拿刀自残，猛刺自己颈部2刀，当场鲜血直流。目前已经送医抢救，还没脱离险境。确切的犯案动机，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。以上是为掌握到最新情形，主播。